受消费者认为玩弄无地讲，这是苗栗这个老先生有一支用2年的苹果 6S 手机啊，顶礼拜半暝啊2点了后充电，一直充到透早5点钟。手机啊凶强煞爆炸，规个荧幕、零件和电池拢烧甲乌噜噜。另外查做的地倒啊嘛是蹦一空，老先生惊甲破胆。伊讲这2年来，伊拢用原厂的充电线，1年前换过一个电池，到底倒位有问题？嘛希望苹果公司会当予伊一个交代。 那一层一层的就是电池啊，就是电池炸掉了、好好一台 iPhone 手机啊，规个崩溃，电池走出来，唔那银幕内底零件个电池全部拢烧到乌密码，电池的部分更加含，爆炸了后变做一阵一阵，受害的民众家己翕影片，甲大家讲发生什么代志。手机放在这边充电，我翻身起来摸手机的时候，发现手机很烫，所以我顺势把手机丢回来在这里，我的枕头。 2个都融掉了。老先生讲，伊17号半暝啊2点外开始充电，到5点外想要摕手机的时阵，发现手机已经崩溃啊！好佳在家金是放伫枕头的边啊，若无爆炸烧起来，根本就袂浮走。啊，爆炸这台 iPhone 6S 已经买2年啊，用的拢是原厂的充电器甲电线，毋过1年前有去通信行换过一个电池。认真讲，也是苹果授权给这些通讯行，因为也或许通讯行有 NG 品。 通信行的业者讲，原厂的电池正喺咧听到爆炸的代志，判断可能是灯胆引起的。啊，手机啊家己烧起来，可能就是有用到，毋是原厂的充电器，无充电保护的设计，充一个伤过头，电流无稳定。搁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灯胆，互手机啊电池变甲烧烫烫，碰起来尾也爆炸。建议手机啊用1年半才换一粒原厂的电池，避免放伫个高温伤淡的环境内底。运动的时阵嘛，莫放伫个落地内。充电的时候尽量是 放在远离房间座位不要有易燃物的地方会比较好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即马老先生已经有甲 Apple 公司反映啊，希望会当甲手机啊爆炸原因查出来，互伊嘛互其他消费者一个交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